经过数千万年的演化，人体发展出一套精密的防御机制，来对抗绝大部分的入侵者。最外层的是皮膜屏障，皮肤能够挡下绝大部分的病原体。而在皮肤没有覆盖的地方，像是鼻腔、口腔等黏膜组织，则会分泌黏液，包覆有害的污染物。透过纤毛摆动，加上强大的气流，像是咳嗽，就是一种将病原与污染物送出体外的方法。人体内更准备了大批的精兵，骨髓里面有着造血干细胞，它们不仅能分化成氧气的运输者红血球，也是军队的大本营，能够分化成为各种功能不同的白血球战士。谈到人类的免疫系统，主要有嗜中性白血球、巨噬细胞、T 细胞以及 B 细胞。嗜中性白血球，吞噬细胞的一种，是前线的士兵，数量多，生命周期短，反应速度快，擅长人海战术、自杀攻击。巨噬细胞，吞噬细胞的一种，是巨大的重兵器，攻击力强，还可存活长达数年，擅长以一挡百。杀手 T 细胞，淋巴球的一种，是经过研发训练的特种部队，能精准地锁定目标，擅长记忆对手，贴身攻击。B 细胞是淋巴球的一种，是高科技的部队，能够远程进攻，弱化敌军，记忆对手，擅长研发生化武器，团队合作。紧身肉搏的吞噬细胞和针对病原体弱点研发专一免疫反应的淋巴球，组成了一支强大的军队，来应对各种多变的状况。当病原体入侵，被感染的细胞会发出求救讯号，引发发炎反应，让血流量增加，将更多的白血球送到前线。最先抵达的是嗜中性白血球，阻止战线蔓延。当淋巴球接触到抗原，也就是病原体表面的蛋白质特征时，就会启动专一性免疫。几天之后，杀手 T 细胞会锁定被感染的细胞，分泌独门武器穿孔蛋白来消灭目标，而 B 细胞则会针对病原体的弱点，研发尖端武器，也就是抗体。抗体能让病原体失去致病力，更能够清楚地标示敌人，让吞噬细胞锁定目标，为我们打赢这一场生存之战。